Hello，大家好。今次咧係一個少少嘅推介嘅影片啊。嚟緊咧，我哋7月11號星期六嘅時間，將會咧就係同 Wilfred 師傅咧就有一個嘅免費嘅講座咧，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咧易學與風水同埋神秘學嘅關係嚇。時間詳情咧就係咁樣嘅，7月11號星期六嚟嘅。時間咧就係下晝嘅1點半至到3點。Wilfred 師傅咧都好中意分享嘅，咁所以有冇機會加長咧？大家有冇機會帶得更多嘢咧？絕對有機會嚇。同埋咧，到時有一啲講義咧會分享俾大家嘅，所以咧有嘢聽，有嘢學，有嘢帶得走，仲要唔使錢，係嘛？嗱，大家記得啦，可以 WhatsApp 67519188查詢或者報名，記得即刻盡快要做啊嚇！Wilfred 師傅咧喺紫微斗數啦，同埋風水上面咧，都有同我哋去合作拍好多啲嘅片段㗎啦。之前咧剖圓色微呢一個節目咧，都相當有趣啦。我哋都講咗好多一啲內容啊，例如講過有一啲喺我哋特登去咗深圳嗰度啦，拍咗一啲關於風水嘅內容啦，講咗呢個羅湖口岸風水有啲咩問題啊，跟住然之後羅湖商業城點解近呢幾年會 PK 啊，係嘛？都相當有趣。其實嚟緊咧，我哋同阿師傅咧都會係再拍一啲有趣嘅內容。深圳咧，原來咧你試下 search 深圳4大邪地啊，好有趣嘅喎。我已經約咗師傅咧嚟緊會去拍攝㗎啦。點解4大邪地同風水有關咧？值得大家研究啊嚇。今次咧，所以呢一個講座咧非常值得大家參與啊。易學同風水有冇關？絕對有關啊！同神秘學又有冇關咧？原來又有關。咁得意咁樣係嘛？嗱，所以大家記得啦，可以喺翻影片資訊欄嗰度咧，撳個連結去報名嘅，又或者查詢。同埋咧，亦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哋喺67519188啊，我哋焦點同埋大台嘅一個對外開放嘅 WhatsApp 帳號嘅熱線啊嚇。OK， 唔好打嚟啊，信息 OK。唔係教你迷信啊，教你趨吉避凶嘅真正策略。相當有趣嘅，都係講嗰句唔使錢，有時間嘅咪過嚟聽下講座咯，係咪？喺荃灣嘅啊，我哋嗰個嘅地點咧就係喺荃灣西嗰一頭，所以咧相對地咧對大家都係好方便 ，OK， 好嘛？所以咧大家記得啦，可以 WhatsApp 我哋咧盡快報名，最緊要係唔使錢啊，有嘢學，有嘢聽，有嘢帶得走，非常之好嘅 ，OK。之後嘅時間再見大家。Hello， 大家好，阿 Mac 啊 ，Mac Low 啊，嚟緊咧非常之開心啊！今次呢一壇嘢咧年度巨獻啊嚇！喺10月嘅時間咧，我哋都已經準備好晒啦 ，plan 好晒所有行程。亦都喺酒店嘅機票上邊咧，全部已經準備好啦。嚟緊咧，我哋會同後天同師傅咧親自去到馬來西亞嘅吉隆坡，因為咧到時咧10月9號啦、10月10號啦、10月11號咧都會係呢一個九皇爺誕嘅展開嘅日期。呢3日2夜咧，我哋同阿師傅咧就已經預備好晒所有嘅行程 plan 好晒啦。將會帶大家咧去到九皇爺廟嗰度親自做直播拍片，嚟緊會分享俾大家。當然啦，重中之重嘅係我哋有一個九皇爺誕嘅代拜祈福活動。呢個機會咧相當難得，真係相當難得。其實我哋同阿師傅咧已經拍咗一啲嘅影片咧，係會同大家去講解咧九皇爺到底是什麼咧咁。其實香港九皇爺幾得意嘅，香港咧唔係太去講呢樣嘢嘅，或者你話拜咧都唔係多嘅嚇。但係咧九皇爺咧喺台灣啦、星馬泰啦、東南亞啦
係好豐盛嘅嚇，即係你冇可你活喺馬來西亞、新加坡啊，你冇可能唔知九皇爺嘅嚇。台灣可能都仲話喂三太子會即係再盛行啲咁樣，咁但係咧九皇爺都係好熱切嘅，咁所以咧九皇爺咧係非常之出名，亦都係好多善信去參拜嘅一個神明啦，或者九個神明啦。OK。咁而咧，我哋到時咧係會親自去到馬來西亞嘅吉隆坡嘅九皇爺廟去做一個拍攝同直播，仲有咧就係喺呢一個嘅九皇爺廟嗰度咧，去幫大家去做一個代拜祈福，相當之難得呢個機會。因為講個小秘密俾大家聽，點解我哋會做呢樣嘢咧？其實我哋因為喺廟方嗰度咧，都有一啲嘅我唔敢講個關係啦，但係有些少嘅安排啦嚇，咁所以咧令到我哋咧呢一個嘅活動或者做法咧，絕對啦，我相信啦，你哋坊間未必能夠可以有呢個體驗啦嚇。OK，可能係一個升級版或者升華版嘅體驗啊。OK，咁所以咧非常之值得大家去留意嘅，甚至乎如果你哋參加呢個代拜祈福咧，都係有用嘅。因為咧喺呢一個即係香港即係我哋中國人啦，我哋知道啦，有犯太歲呢樣嘢啦。咁可能例如中國人嘅社會就話喂拜太呢個犯太歲就要拜太歲啊、攝太歲咁樣。咁咧新加坡咧、馬來西亞咧，其實咧就係拜九皇爺嘅。OK， 就係拜九皇爺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哋本身例如係犯太歲啊、什麼沖太歲啊之類嘅話咧，其實拜九皇爺咧，亦都絕對係有幫助嘅。OK， 咁今次咧，我哋呢一個嘅代拜祈福活動咧，係會包咗啲咩咧？咁首先第一包咗一條廟方獨有嘅黃手繩，係會寄俾大家。咁呢條手繩咧，大家咧可以帶住佢又得，可以當係一個小嘅護身符，一個飾物，綁喺一啲袋上邊啊，都得。OK。咁同埋咧就係早鳥優惠啊！頭50名完成登記嘅，我哋會有4道平安符俾你。OK， 4道平安符，咁咧就係喺呢一個無論係即係消災啦，又或者即係個人啦，又或者可能係大門嘅煞啊、車啊、辦公室啊，絕對係全方位嘅幫助啊。OK。咁所以咧，大家記得可以喺翻我哋嘅影片資訊欄啦，或者留言區咧揾到相關資訊。咁同時咧，亦都直接啦可以 WhatsApp 我哋67519188 67519188去報名，報名或者查詢啦都可以嘅。OK， 今次機會咧真係相當難得啊！真係相當難得。我自己咧亦都好開心咧，有一個機會咧可以去將呢一個九皇爺誕啊帶俾大家，因為據聞咧九皇爺誕咧係有好多一啲咧佢哋為咗因為要顯法啊，即係顯神明嘅一個降臨啦，所以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好驚險嘅動作嘅。咁啊到時咧希望啦直播錄影帶到俾大家。OK， 好冇？咁所以咧大家記得有興趣參加我哋或者想查詢呢一個代拜祈福活動咧，隨時 WhatsApp 我哋，好冇？多謝各位。